今集同大家介紹一下 Patek Philippe 經典系列 Nautilus 5712錶款。Nautilus 系列一直以嚟都係百達翡麗最受錶迷歡迎嘅錶款之一。1976年，由腕錶設計大師 Geno Genta 設計 Nautilus 腕錶嘅方中帶圓嘅錶圈設計，靈感嚟自潛水艇嘅圓窗。錶殼左右兩邊突出嘅雙翼設計，加上防水性能良好，令 Nautilus 成為兼具設計感以及功能性嘅高級運動腕錶。錶款5712係 Nautilus 旗下最受歡迎嘅款式。大師 Geno Genta 使用咗一體成型嘅中層錶殼結構，無需獨立底蓋，搭配上層錶圈設計，形成兩件式嘅錶殼結構，只需要將錶圈、防水膠圈以及中層錶殼固定喺一齊，配搭旋入式嘅錶冠，就能夠擁有絕佳嘅防水性能。面盤運用咗藍黑色嘅坑紋設計，帶有煙燻嘅視覺感，由中間淺色延展至外圍深色，精彩嘅漸變感令5712增添咗一份沉實而優雅嘅品味。5712嘅面盤設計跳脫傳統常規，不規則嘅佈局，配合咗方中帶圓嘅錶圈外形，帶嚟咗驚喜嘅視覺平衡。5712所配搭嘅動力儲備同月相功能係 Nautilus 系列第一個面世嘅複雜功能。除咗時分針之外，7點鐘位置係指針式嘅日期，同月相4點鐘位置係小秒針盤，10點半位置係48小時動力儲備嘅顯示。承載住呢個複雜功能嘅動力來源係5712所搭載嘅微型自動盤240機芯，佢以 K 金材質製造，提升咗上鏈功能，使用咗3組滾珠組成，動力儲備足足有48小時。Nautilus 5712係由舊款3712改款而成，大大提升咗機芯功能，外觀更符合現代美學嘅設計線條，而且錶殼結構更加耐用。無論係玫瑰金抑或白金款式，將複雜功能腕錶導向更高層次。原本充滿運動風格嘅 Nautilus 配搭上貴金屬精工手做嘅鱷魚皮錶帶，令5712成為精緻嘅紳士錶款。呢款咁精彩嘅 Nautilus 5712，你又點會錯過呢？